海水满流，加上风太好，高雄有真侪民众是惊讲家己的车变做浸水车。所以讲，这盐埕埔的立体停车场超过830家停车架是早就停到地底。也若是屏东的那边到太平湾国道3号的高架桥，嘛有开放予民众停车。强烈风台风水扫过台湾，下晡时高雄市区风雨的感受都是哪来哪大。嘛，今日讲啊，这大楼的状况会出现。其实，伫咧盐埕公立的停车场，你会当看到讲，规层楼有超过830个停车位是拢全部停满。即马呢，高雄市政府嘛开放309个所在，要互大家啊超过9700个停车位会当提早来做应用。强烈风台空热来，中南部地区下晡开始风雨明显变大，就今日10月初三倒时路树倒去跌着车，民众早就把车拢停伫咧立体停车场。工作人员是紧甲地下停车场的入口闸防水门，就今日上大雨加上拄着大楼，会阁传出浸水车的灾情。我们的预估在中午过后，大概是3点到9点，晚上的9点是风势雨势最强的这个时间，希望说能够减少这个不必要的这个外出。来到高雄三明区中岛甲观景桥，桥顶两边车嘛拢停甲满。空热风台刺激暴风半径超过320公里，南部佫较是正方面，大水雨落袂停。市长陈其迈主持灾害应变中心会议，嘛特别强调民众无代志千万毋好出门。高雄捷运公司表示，轻铁伫中昼12点对4万里仔内发尾班车过后就停驶。高雄捷运嘛调整车班，扣长15分钟一班，较暗的时段改20分钟一班。也若国道3号那边交流道到大坪湾宽湾道路往北路段高架桥，嘛对30下晡5点就开始开放民众会当紧急避难停车。空热风台来甲真强，南部地区40级阵风，沿海地区嘛爱注意12级以上的强风大雨。记者民警邱朝阳高雄报道。